这一次其实是在数位发展部的支持下，那我们利用生成式 AI 跟5G 的技术，那来重新打造跟完成一部新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这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实是透过这个农田这个视铁回忆来梳理农田这附近的过去的这种产业遗址的特色。更特别的是，其实应用5G 的技术跟生成式的这个科技可以让参与者马上透过12分钟的片子的参与，那你能够最后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通过那个答案，其实你在参与一个当下跟未来的农田文化资产的发展。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文化资产。农田交叉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其实有蛮多跟文化资产有相关的主题游戏，像我们的南仓跟北仓是以我们的乌山头水库、嘉南大圳为主题。那园区的后方呢也有水圳，所以在放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什么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灌溉的用水。那在园区的后方也有考古展，那小朋友还有沙坑可以玩，所以这个园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来亲近文化资产的一个场域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那这个剧场，事实上非常谢谢我们数发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这个沉浸式剧场有轮流有3部主要的影片来播放。借着这3部主要影片，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个历史以及未来的展望。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台南500，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可以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模拟描绘出未来台南的景象。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农田跳峡园区当初在一片大家都还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来开馆，然后这几年来的营运非常顺利，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这个是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局以及文资处把历史的现场能够勾勒出来。本来是一个停车杂乱的一个空间，现在变成一个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个展场，而且让整个大曾文地区也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演空间，尤其是交通非常方便，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农田车站旁边，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了。所以说是非常值得，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度假，或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9月3日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上个六当，台南市电大体育馆举办府城野马祖绕境活动，伫假日时登场，53顶新桥上摆顶头，9000人来参与这场盛会，热烈滚滚。今年是台南400，庙方除了特别请人打造新的新桥，有信徒也阁捐了价达30万的纯经费，予马祖美丽出巡。伫锣鼓声当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台南市长王伟提顶贵宾，恭请陈南马上新桥，头车过后正式起驾。府城野马祖登场，竞赛阵内斗热烈，52间庙宇的新桥上摆顶头，9000人甲庙前广场客家满。400年前，荷兰人在台湾建了台南，所以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才迎马祖。台南400举办野马祖意义相当重大，因为是台湾上早的马祖进香及绕境活动。这阵陈南马更是历史久长，为着这摆出巡，有信徒献上30万的经费甲珍珠，还佫有价达10万的手工名牌包。连新桥嘛用桥墩2.6的工艺重新打造。陈南马它原先的这个旧的轿子已经用了大概有150-160年的历史那也基本上也不堪使用。那所以在这一次刚好我们台南府城建成400年，那我们就做一顶新的轿子在为期2天的绕境活动当中，市电大体育馆无奈延续府城传统的野马祖仪式，
更互人看到侪传统工艺甲文化资产，是市府文化局认证的第7间宫庙博物馆。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2天的虎城夜猫组总共有53间宫庙，9万名信众参与这场盛会。其中3平公祭宫更是相隔40天，搁一摆参加夜猫组的行列，而且是由相当罕见的神尊雷华菩萨出巡，互公祭宫的成就成为民众翕相的焦点。台湾宗教圣事之一的虎城夜猫组，伫咧9月28日到登场。原本4年一次的活动，但因为疫情以及为响应台南400活动，这届是相隔6天举办。伫这次台南400虎城夜猫组行列，总共有53间宫庙、50顶的神轿参与。3平公祭宫更是伫出发前一暗，申请神尊登轿，过程慎重庄严。2天的夜猫组活动，神轿队伍步行市区内坐间宫庙，虽然辛苦，但大家拢无一句抱怨，因为心中信仰的支持，搁那艰苦，拢是心甘情愿。其实，公祭宫这次参与夜猫组，距离顶届参加已经相隔40天，庙方希望伫台南400这个有意义的时刻，拢会当共享盛举。间隔40年，其实我们里面有经验的人真的几乎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原本的轿子重新拿出来整理，然后把旧的东西找出来。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能够把所有旧的东西完全复古的呈现在给台南市民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这一次的主题跟做法。所以我们复刻了当年第1天出广泽尊王，然后第2天出雷华菩萨的组合。3平公祭宫主委蔡立祥伫40天前就参加过当年虎城夜猫组，如今再次带领庙内信众参加，心内只有满满的感动。今年参加咱台南400年这个夜猫组的活动，这个感觉心情有够好，有够赞。这个缘故就是讲，40年前到40年后，个顶下差不多40活动，今仔日来参加咱台南400年夜猫组的活动，这个感觉有够好。公祭宫这次出动夜猫组神尊是广泽尊王以及雷华菩萨，呈现了40天前出巡的阵容。尤其雷华菩萨是相当罕见的神尊，一路上也吸引真侪信众去上参观。赵吉林、林训成也希望借由活动，将雷华菩萨的事迹推介给更多人了解。雷华跟定华他是双胞胎的兄弟，那他是3平祖师，也就是广济禅师的尬前的童子。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庙里面的主要办事者。那因为他本身原本早期唐代那时候就是有疫病的关系，所以脸上有麻子，所以广济禅师才赐给他们那个两仪像。好，那他是双胞胎兄弟，所以他的两仪像刚好是相反。那又跟元一易经的太极，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颜色就是水蓝的深蓝跟浅蓝，那就是代表2个孪生兄弟。在台南400这个有意义的时刻，公祭宫的神轿也陪同妈祖做伙登去到树顶大太阳宫，在众人齐声喊着真哦！顶南马伫19日半暝12点50进入到庙内安坐，虎城400夜妈祖的活动，一切伫圆满中落幕。记者姜世伟采访报道。中度风带山道离愈来愈近，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伫30号公务局业务报告当中，就有不少议员关心台南市路树安全问题，包括着是毋是有定期检查养好，也是危险老树的劣管等等。尤其最近一寡路树修整的问题，嘛引发不少民众甲议员的不满。伫个议会公务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中，议员蔡小伟首先以着风台就要来到，询问公务局伫个专区的路树健检维护到底完成了偌济个比例。对此，虽然公务局回应，基本上拢完成检查，但因为咱市的路树是属地主义，议员烦恼一寡无伫个管理的范围，如果影响着安全，
到底是要修正，或者是移除，恐惊引发移除甲护树上方的争执。我是想要跟你主张啦，哈，对于所有这个行道树的部分、路树的部分呐，哈，怎么样去做整合的盘点呐，哈，到底是浅根的这种这个物种是不是应该可以有做移除啦，哈？大家一直很担心的是护树，但我们也是尊重护树，我们也希望说地方上这个如果在植栽的部分哈，这个种树的部分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面积，但是如果这个树已经造成了居民的居住安全跟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做一个衡量啦，哈。除了移除甲护树有无同的意见，另外伫个修正的部分，嘛有议员反对修正过多，甚至被街道式来测图。很多的民众他看到说啊，一棵树好好的，原本绿意盎然，砍到最后只剩下这个主干。那当然有一些树木的专家，他们就会说啊，这个修剪是0分呐，为什么因为它的侧枝干全部都被裁断了，那裁切的位置也都错误了。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出释疑，或者是说我们在修剪的时候不一定要这样子动大刀去处理，而是它可能是微型的去做修剪，就有办法让这棵树不会影响到，比如说道路的用路安全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一样，不可能理到光头嘛。可是你们现在做法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树都尽量的理成光头，然后再让它再慢慢长出来。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大概修树的话，其实大概目前就是说不会超过1/4啦。不管是修正或者是数学的问题，议员认为，虽然台南市不管是植栽或者是移除的时间，拢有一套管理的条例甲办法，不过对着最近一连串的修正甲移除的树木问题，议员认为。干务局有执行上的落实，对此干务局回应，要修正树木，拢会完成收树的课程。目前受训的1300多人，大约有700人通过认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响应国家风灾会，台南市南区公所办理113年大楼风灾示范观摩演练。以6点空地当作情景，模拟各种可能的状况，来提升社区大楼甲区公所灾害应变能力。民众听到警报声，马上鼓励。等待公布了后，依照指示疏散出去。地当内要安怎办？南区公所办理大楼防灾演练，为户外、室内到受困伫电梯内底，将对着大楼内底会拄到的状况进行实地操作。刚好趁这机会，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像所谓的广播班，到避难引导班，到救护班，好到抢救班的等等的串联之间，其实展现了我们住户们之间彼此可能没有办法去联络的一个情感。南区这几档有真侪新起的大楼管委会有自卫编组，灾害来的时阵会启动应变，同时结合自主防灾社区家己救灾、上环救助、救火甲紧急救援，另外还佫有临时避难收容处所的开设。抢救救护，佫疏散，迄个收容，阮时常常常伫训练，所以较会讲韧性社区。没有办法预测灾害何时发生，那唯有透过不断的宣导跟演练，才能深耕我们在地居民的防救灾能力。每一档的9月份是国家防灾月，距离921大地震嘛已经25档。市府伫各区每一个年度做大楼防灾演练，希望建立民众居安思危的观念。那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灾害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已，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希望我们随时都做好准备。区公所会持续推动防灾警备，整合公司单位的防灾能力，伫面对着天然灾害的时阵，才会当随时应变。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
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信用这摆监顾责任减摊，台南市推动EV代金等转值减量的政策，今年累积已经超过8.3万公斤。市府特别伫手庙天坛举办社运法会，祈求平安。伫市长吴伟摕带头，包括民政、社会、环保等各处长以及各界民代贵宾，拢用虔诚的心来到台湾手庙天坛参与法会，将纸钱集中烧、义工代金、以米代金等功德回向先人，嘛感谢市民支持环境保护，兼顾民俗信用。特别感谢我们台湾手庙天坛举办谢恩法会，那能够让这个以工代金的好朋友、市民朋友们，他们能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先人。感谢手庙天坛也感谢许多来响应的市民朋友们真的是为这个环境、为社会、为自己的先人做了很多好事。根据市府表示，台南推动纸钱集中烧等减量的政策以后，今年累积以米代金就超过8.3万公斤，创下历年纪录。而且义工代金嘛超过350万，比往年有明显的成长。主要是将信众对阮的传统美德进行改良，嘛是做功德，相信一定有好运。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头届 ACA 台南艺术甲文物博览会9月27到30号登场，当中43间厂商除了展出当代艺术，更有古文物，也佮举办大型艺术拍卖会，互大家了解无同款的艺术领域。今日饭店房间内面，正展出的是台湾第一代艺术家陈定波的画作，另外一间是后现代文化代表艺术家陈金峰的版画创作。现代等于可以说是白人的艺术，那后现代呢是全世界的艺术，不是以当代艺术为主轴。头届 ACA 台南艺术甲文物博览会内容多元丰富，除了提拔少年艺术家，有侪油画作品，还佫有书画、绘画、佛像等文物。另外，更举办古文物拍卖会，上贵的价值1200万。当代艺术表现的元素很多也是来自我们的文物，文物是先人留下来的一个艺术内涵。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艺术，可能在50年、100年以后，也会即将成为文物。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文物及艺术收藏，特别邀请专家来做演讲。同时，这场的亮点就是这名画师。那这个画师呢，他叫做艾墨。那他就是学习莫内印象派的笔触。东海大学研发出2套 AI 画图系统，人只要对着镜头，就会当马上画出印象派风格的自画像，而且只要拍字讲出情景，在5分钟内面嘛会当画出一张图。我们想说来试试看说，如果未来呢会有这种 AI 画师出现，那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对，大家是接受或是不接受这样。博览会嘛，跟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AI 导览员，只要拍开社群软体，把相片传起来，就会当来讲解这件作品，相当趣味。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10月5号，山上八大产业文化活动特别登场，市长黄伟綽提前伫永康举办宣传，除了推荐台南优质的八大，现场还佫有八大冰山。用行动来支持农民。今年冬天拢生产的芭乐，伫台南主要是南西、玉井甲山上等山区栽种，已经是全台湾第2大产区。为何大家拢来交关？山上农会提前伫永康举办山上芭乐节的宣传造势，用青龙市集的方式吸引民众注目。会中市长黄伟綽、立委陈廷辉等民代贵宾拢到场收听，并且用干杯吧仪式欢迎大家拢做回来品尝。健康干杯吧！来喝一下，品尝一下。我们台南的芭乐是不会干、不会涩，但是非常鲜嫩多汁，而且又有口感，都非常好。所
所以10月5号欢迎大家来到山上芭乐节，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最厉害的山上芭乐，不管是做果汁或是切生鲜的切，或者做加工品，其实都非常好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山上芭乐节等你哦。卖打卖熟的芭乐都要有水果王叶，嘛是相当受欢迎的国民水果。会中农会嘛特别做成冰沙，免费提供给民众品尝好食佮健康的滋味。现场摆架乐乐场，希望10月5号大家佮做伙来山上参加芭乐产业文化活动。台南新闻古籍采访报道。台南国华街含友爱街巷仔内底有侪侪美食，相关特别结合在地自然信仰，推出青王宴的办桌活动，超过50间店家，25道的经典美食，互民众一摆就当食得。下沙站的精彩芳酒岛，互人看了流嘴烂。市长王伟摕翕相了后，坐落来美食一喙接一喙。这个是集中我们所有最好吃的。国华街的精华中的精华，华山论剑的华山论剑，我们松王宴能够让所有国华街的店家，大家都能够一展长才。国华友爱街区发展协会举办松王宴，这道会当食到西进村卤味、阿仔点心、万林肉丸、阿文米粿、苦甲烧光米粉等知名小食，互民众唔免排队，就会当一摆品尝。一桌8000块。真的以台南整个台湾来讲，以商圈办的活动，我们的价位真的很高，但是我们物超所值。我有扩到水现金，我嘛有邀甲热人到保安街啊，甚至沙卡里巴内底这个美食。相关共同行销带动发展，理事长嘛保证讲，明年会搁扩大。另外，伫即天嘛要感谢后经青王8档夫妻树的保庇，议长区里里兼这位议员拢到场参拜祈福，替总统赖清德送的新鞭仔来结拜。台南新闻所台采访报道。国民健康署针对着肺癌高风险族群，提供免费体检服务，让肺癌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特别是有一种多发性早期肺癌，让诊断人数嘛对个增加。奇美病院即马利用上新的手术来保留患者的肺功能。台南市一名59岁王先生，因为3档前右上肺叶甲右中肺叶有低密度的肺结节。接受胸腔镜的切除手术，伊伫甲去年发现右下肺叶低密度的结节嘛愈来愈大，奇美病院考量着手术后的粘连，甲着肺容积无够的问题，最后以着肺结节消融手术来治疗，才互患者保留右下肺的功能。因为现在诊断技术的进步，那尤其是在111年7月开始国健局的肺癌筛检计划之后。那其实有很多的早期的肺结节一些不明原因的肺结节开始被发现。那当然，大部分的肺结节我们会经由手术的方式去做切除，那同时去做一个诊断跟治疗的动作。那但是呢，有一些病人他是一个多发性的症状，那或者是肺结节它的位置上它并不适合手术的病人，或是病人身体条件不适合的病人。那这些病人的话，手术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那会切除比较多的肺活量，那或是有其他临床上的考量。那当病人不适合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肺部消融手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它本身的好处是说，它因为没有切除肺脏，那所以它在对于肺活量的这个减损上面，它是最小的状态。那但是当然它有相应的坏处它的坏处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简体它并没有被切除出来，所以在治疗之后，我们其实是还并不确定说这个简体它本身的病理性质到底是什么。奇美病院胸腔外科的主任苏英杰表示，虽然热消融的手术会用替代传统的切除治疗，但嘛有伊的限制。上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度取得手术后的肿瘤检体，无法度确定肿瘤的性质，因此还是要经过专科医师的专业判断，并且做后续的追踪。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